飛衝天去，一飛衝天去，無奈送走穿梭機。當一切循環，當一切淪落，時代會否捉緊你？80後成年嗎？兒童嗎？仍還兒嗎？修補這一輩的分岔。不管你權謀家、藝術家、大銀行家，都需要我的一筆一畫。高速的經濟，天天推薦，為了計算出目前。摩天的都市，時時但求膚淺。歪曲的真相，天天加演，在那推土機面前，為數據比賽這理念孕育20-30年。一出生經已去到80後，我溫室仲未高，或許給我成長，不需算盡命數。只考好做應數，叫兩老暫時驕傲。被大時代被娛樂養大，甦醒過後，為誰人來標誌？眼見幾多失手價值，逐漸活壞。沙灘裏咖啡色的肌膚裏，回撥我一生的歌。冬天應該很高興，夏天應該很溫暖，藍田黃色的光芒。80後的時代，的時薪如何求生？多少個出色的活法，這一輩還是我，還是因茫茫人生，只因法正快得超出了本能。如若無能，期望你都能帶滿心悲憤，要討得信任。何謂放任和前度旅行，卻放手不理這個小鎮。當天過，春秋都會過，不要拋棄淡漠那個抗爭。怎參透一生縱可不夠，前行盡力奮鬥。擠迫的沙灘裏，咖啡色的肌膚裏，仍舊記得這首歌。今天應該很高興，今天應該很溫暖，隨着節奏多麼錯。你沒同情心，無留心，如何平分？這一個家誰負責任？沒責任，所以淚狂停燈，愛尋根，聚集成軍，怎麼會嘲笑我的發光愛？一飛衝天去，一飛衝天去，懷念那首穿梭機。當一切循環，當一切輪流，時代會怎麼處理？Thank you.